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联地。今仔日绘本故事讲到囡仔伴，过去的社会囡仔真济，时常会家庭做伙耍，所以就有一种角色叫做囡仔头王。囡仔头王是安怎产生的？有啥物权利义务？这部说来去，咱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杰老师为咱来说分明。世界科技行进步，台湾文史学环科。咱人是群居的动物，家群家伴做伙佚佗，才有趣味。厝边头尾的囡仔党，自然家群家党都有迄个囡仔头。这囡仔头呢，甲一般咧讲的这个囡仔头王啊，小可无共款。囡仔头是带头的头，若囡仔头王，咱过去咧讲囡仔头王是经过有相拍相争安尼所得来的迄个带头的地位，才讲做囡仔头王一般呢，厝边头尾的囡仔拢会做伙佚佗因为咱人的本性是群居的动物，爱规群做伙，安尼做伙耍，才有趣味。若家己耍呢，就若亲像孤鸡无伴安尼耍无落来，是一个两个耍嘛是耍无落来。古早时囡仔较济，所以厝边头尾囡仔拢总会做伙耍，大汉细汉男做伙，自然呢，就由迄个较大汉爸爸来做头，做囡仔头。这囡仔头毋是做假的呢。囡仔头伊爱有责任，有能力囡仔头会保护、会照顾较细汉的囡仔，爱疼惜细汉的。这较细汉的人，也是讲较弱的，伊会有依赖倚靠的心理。囡仔头王呢？囡仔头伊自然会主持正义、主持公道，伊才有迄个信望，会用去做头安尼，大家才要听伊个。古早一句古来话讲：囡仔食点心，公食公分。囡仔家群家伴做伙的事有物件一般得拢是公家食的。公家食就是摕物件出来的人。伊会先甲囡仔头讲，我有这生，要大家公家食。囡仔头呢，就甲伊讲好，我看你家己落去分。囡仔咱人的天性，囡仔就自然有迄个公道公义伊就会落去分。当然呢，迄个含伊感情较好的，伊会大声分，也是讲加分一丝啦。这拢无要紧。一般得呢。古早的囡仔做伙佚佗的，拢会有迄个公平公道的迄个心理。大家拢讲起来讲，算讲足君子的啦。这即马就无啊，即马囡仔也无咧家群家伴家己一口罩内底囡仔是一个两个，是讲各有厝边呢了不起三四个安尼，无法度规定的。尤其是若住伫家的。住伫大楼的，迄搁较无可能讲有迄个囡仔伴家群家伴阮较早是住伫庄骹，庄骹一世界真阔，所以活动佚佗的迄个场所范围就真阔。俗语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家庭的囡仔。有时阵嘛有一寡工课，也是任务，需要分配去做。这个囡仔家做伙佚佗的时阵呢，若有物件公家食、公家享受，若有工课呢，嘛是爱分配做囡仔人要头有工课，有囡仔咧耍，有当时
伫庄卡的囡仔会去挽芭乐啦。咱庄卡普通厝卡上接有的即个果子啊，就是拢伫厝卡种这芭乐啦、龙井啦、杨桃啦、山影即类的，足普遍的。即个有通挽的时阵呢，会晓挽的，较到八手啊，都爱去挽。这就是做工课。甚至于讲，迄口罩若拄拢无囡仔，但是因兜的芭乐也是龙井，都好食无人挽。这个时阵呢，因为古早带做伙，拢是厝边逐个咱内底人。若讲工作亲族抑佫较简单，就当做家己的，就去甲挽啦。这讲起来嘛是算头挽啦。头挽果子伫古早囡仔来讲迄是一种真正趣味的代志。有当时拆篱笆安尼，篱笆好了甲掰一空囡仔闻入去，就去爬去哩芭乐丛去挽安尼。甚至嘛捌安尼，迄个芭乐龙井太大丛旋甲去哩厝顶可比讲旋来咱的厝顶。咱去哩挽就当然的因为伊旋过咱这边，这真心实要去哩厝顶挽，就爱举腿爬厝顶，挽落来就大家公家食、分片食，有人有份当然无迄个大巴肚的双份啦。但是若挽的人会基本一顺甲慰劳一个安尼。所以讲做囡仔的时阵，囡仔伴真心实、真趣味。要做囡仔头王，抑佫爱有一项技艺，就是爱会晓做囡仔耍，尤其是爱知影要安怎刣干乐。囡仔头毋是做假，囡仔头爱会晓刣干乐啦，做树灵劈劈鸟的树灵劈啦，拍树灵的树灵枪啦，弹弓车啦，等等的七道物好互即个细汉的大家分咧耍，安尼。老大才做会起，头才做会起，可比讲，咱真正通俗真出名的讲，有关干乐的迄个俗语，就是讲一张二擎，三步姜四可能，芭乐茶无路用。伊的意思，真侪人拢毋知影，干那知影讲头前四项是较好的，较价值的，后壁芭乐茶无路用的，无路用。但是芭乐茶的即个干乐上介济，是安怎呢？因为掌擎可能拢会用去做木材用，拢会用做桌椅做家具。步姜有步姜的用途，步姜树有伊的茶有伊的用途。干那芭乐，因为伊全木短短无通讲一箍长长安尼太大箍安尼，所以伊就袂当做材料。所以芭乐茶逐年爱锯掉，无偌大箍就爱逐年爱锯掉，伊才会发新意，新意才会较高生。所以呢，芭乐茶就摕来刣干乐，因为这个材料较快摕到，较简单摕到，所以呢，在耍干乐的时就放落去互人定，或者定死狗。古早咧耍干乐拍干乐拍了后，过来无着你拍的时阵，你的干乐爱画一个圆箍大概放落迄个圆箍内，互人定。定就是讲拍干乐的时，会用去顺续用迄个干乐针，迄个干乐顶甲人定人的迄个干乐茶。有当时会甲顶甲破去所以讲抑佫有一句讲，掌牛走，擎牛吼，芭乐茶顶死狗。芭乐茶就是专门咧做肉点伫互顶的，因为顶破嘛无要紧连面骨头都有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为着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踊跃来投稿。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嘉义市西区小芳伊所写的作品，由洪昭文朗读，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
三合院的记忆。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细汉的时，定定咧唱的歌，正正就是阮兜的厝形。无共的是，狗仔伫阮兜的边仔，讲较正确的，应该是一条大水沟搭着。阮兜的三合院是一个模字形，中央有一个大稻埕。当年稻仔收成的时，就会有几来小山轮伫即个大埕采猎。大人出出入入，无用咧拍七仔的画面，变做一个暂时的美丽景致。三合院内底住的，拢是共姓的亲人，有职工、职爸、职公，甲因的子孙世世，大家斗阵生活伫一个箍仔内，感觉若像共一家伙仔，有够热热。毋过，嘛因为真侪年岁小我的囡仔做伙耍，逐工都有大大细细的冤家代，爱家己也是大人来排解。伫我住的庄头，因为所在偏僻，所以阮无自来水，规个三合院的人公家用一个古井，也是家己挖地下水。当然，因为无家事，所以到我要结婚进前，阮兜也是用茶香烧水洗身躯呢。逐工要阿嬷缘当讲，拢会称白烟，爱一个煞一个洗，伤晚洗会无烧水哦。想起来，我住25栋的三合院，留予我真侪美好的回忆。阿母捌讲，我细汉的时大苦惊热，所以定定伫困觉的时，就去倒伫职工因兜的户顶，面顶衫掀起来，手握大材，开始上大面。职工就甲我号一个外号，叫做大苦伶伶。大汉以后，对这个外号无啥物感觉。不过，会当知影迄当时，我困甲是偌舒适咧。后来，阿公阿嬷小年煞来过身，爸爸妈妈嘛有欠一寡钱，阮就搬离开三合院，离开阮足爱，佮带予阮足侪回忆的所在。只可惜，老厝体被堪伫风吹日晒，一部分已经放弃啊，记忆嘛对你深深藏伫心内，永远永远。
新郎山，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灯吃白烟闪闪，无像山歌红的线，金石脚，月娘出遐顶。